大后庭园。105年几位班开班开始，向吴吉郎5巡3级公里前大地公，在级公，3级公，温大地级公，在级公，3级公。讲诗慈悲，前大地之功，温大地之功。好，各位，请坐下。那今天是我们的国语集会班，因为适逢9月9号是重阳节嘛，所以我们把那个国语集会班，还有所有的班次都提早1天。也因为这样，所以呢，今天的人比较少，但是没关系哦，人少不代表严老师讲的就没有奇迹可言。其实严老师历经身经百战的，这些人对他来讲应该算很多的哈。严老师没关系，严老师事先有讲哈，他一定会提供让你们每个都有发言的机会哈。严老师今天，严老师他本身他自己在北河高中当那个什么历史老师，你不是当了那个，你已经提升了吧？不是老师，老师好啊，哦，老师因为他什么春风化雨啊，哦，在学校春风化雨，你看他来道场当中也是在春风化雨，所以当老师好不好？虽然不必然，我先走下去点，当然严老师今天要跟我们慈悲的那个题目叫人生的方向，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方向，但是那个或者有听过一句话说，如果你有能力帮人家帮给者的嘛，布施、扶墙造路，那是在造福人群，也是在替自己生福报。但是他后面有一句话，就是说，如果你能指引人家一条人生的方向，让别人，让我的兄弟姐妹知道他的路该怎么走哪一个方向，那你所付出的比你前面所付出的那个福报更大。所以严老师今天他就是要指引我们大家一条人生的方向，就是我们的康庄大道。或者不多说，因为再说下去，严老师他的时间会讲不完。讲不够的，所以我们现在就热烈的掌声。虽然没几个人，但是我希望我们每个人的掌声都盖过上面的那些的掌声，好不好？我们欢迎严老师帮我们来慈悲开示。慈悲，全大地之功，功大地之功。老师好。